婉晴，不要为爸操心。爸的内心跟爸的精神，永远不会被这个病给打倒。我的意志跟我的思想，仍然会留在你以前美好的回忆当中。我带领着你的生命往前走。婉晴，爸爸衷心希望你看录像的时候，已经安然度过一切的苦难。而陪你看录像的时候，那个人是我未来的女婿。今天，有我跟你妈在这边就当你们两个人的主婚人。我希望照顾我女儿一生的那个女婿，是乔金帆。这小子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他。他有他的才能跟自信，有一股让我看不通、驾驭不了的感觉。后来他又把对你的目光把你吸引走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更加激动，我怕他夺走我女儿对我的崇拜。这小子敢爱、敢恨、敢错、敢当。前些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，一个男人在30岁之前，如果能有一次彻底的失败，让他一无所有，那将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，因为他可以从这个失败中认识失败，战胜失败，卷土重来。这小子居然把我的灵魂盗版加工，变成他自己的谬论。我相信，以他的魅力，他可以在商场上杀出一条血路。只要有你婉晴在他身边，他会有这种锐不可挡的干劲。婉晴，你就再原谅他一次。我的意思，再点头。一个男人的一生要有几分自负跟骄傲，才有魅力。他的眼睛告诉我说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还有，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，如果有孙女或者孙子了，还有你，要是碰到什么危机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冒着他的生命去保护你们。金帆，我喜欢你。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你们的婚礼，在这里，我先谢谢你，祝福你们。另外，我把花了1半的股份送给你和婉晴作为结婚的贺礼。另外，我也希望
希望你能够协助婉阳。话说到这儿，我累了，换你妈说吧。这老头真是的。婉琪，你爸爸刚才说了很多，妈今天真的很高兴，你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。妈妈送上一件金叶珠宝给你，你看，漂亮吧？价值连城。哎呀，这个珠宝啊，不光是贵，你爸爸华朗集团创业的那一天，妈妈就带着他，然后每一次夏家的大事情，见证的都是他。妈妈送给你，希望你幸福、快乐、健康。金帆，欢迎你做夏家的女婿。欢迎。昌伯，这段日子，谢董跟你汇的那几笔账，你看明白了吗？我当然看明白了。那个姓李的新财务是个做假账的专家，很多项目他都通过严验合法的手段，瓜分去了莫凌天控股的分公司。当然，其他协助的人也都会得到莫凌天好处的。你就直说吧，我爸和马维瞻这次下手狠吗？简直可以说是变本加厉。幸好静媛小姐那笔钱没有投进来，不然的话，简直可以说是石沉大海啊。乔东以前惹下的官司呢，还有香港那块地能否建用，那么这就需要很详细的项目表来银行借贷，很难办啊。金帆，看你忍气吞声，看那帮强盗任意胡为，不容易啊。无论怎样，我都必须要让莫凌天进行中美豪湾这个项目，要不然我就没有机会抓到他的罪证。以我的经验，这条狗想抢快钱离开。总之，他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听乔氏的人说，静媛小姐跟莫凌天好了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妈给我买了一套公寓，不是给卖了吗？那笔钱，麻烦你帮我转到我指定的几个户头里。如果还有别的事情，我们再商量。哦，还有，如果以后我不在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谢董，他可以代表我。那我先告辞了，辛苦了。等会儿，我不太明白，金帆汇什么钱进哪个账户？还有，为什么他会不在？不用理他，先回去吧。我是董事长，我有权知道。金帆，他的资产分成3份，夏婉晴跟他孩子1份，创少你跟明娇1份，还有就是来雪小姐跟她孩子的1份。你这2天就是不对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不用管那么多。
听我的安排就好了。来雪，你今天不单单是来吃饭的吧？奶奶才刚好一点儿，你怎么总是不请自来啊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有人邀请我来的。我邀请来雪来的，我有事找他帮忙。他能帮什么忙？帮你爸一起入侵我们家？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啊！再怎么说，我爸还是你公公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说点正事吧，好吗？我要回趟香港，这个家你们照顾好。哥，要是你出事，那乔家怎么办啊？奶奶说过，她不在的时候，就是我说了算。来雪，静园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都是你的原因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都要把她给我找回来。我不想她再冒这个险了。太晚了，他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肯接了。你还是留在这儿盯着莫凌天吧。香港那边我去。我说过了，我去。他要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只要做好乔家的女婿，把他们照顾好就行了。那如果你不在，万一婉晴那边有消息怎么办？婉晴，婉晴还活着吗？你们有婉晴的消息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告诉你干嘛？你就专心找你的罪证，要不然等你产假一到又怠工了。你怕我这个孕妇坏了你们的大事是吧？停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？我不是姓乔的吗？明娇，好了，你就乖乖吃你的饭，你什么事都不用管，好吗？谁的电话？
明娇，不用理他的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洗手间。君，你怎么会来？景帆，我去快取得他的信任，我快找到婉晴了。你快走吧，不要理我。找婉晴的事情我会想办法，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事。快跟我走。景帆，我不会改变的。乔金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跟静远的事情跟你无关。他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跟他的婚约不是早就告吹了吗？末2天，白雪还挺着肚子在家里等着你，你没有资格跟我纠缠静远。我会跟来雪一样，给静远名分，不像你，死也要缠着他，心里却想着婉晴。你可以为婉晴死，那么你给静远又能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为婉晴死？那天的电话是不是你打过来的？金帆，什么电话？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就不会掌控不了全局。我告诉你，2个女人都是我，2个。莫里琴，你疯了吗你？婉晴在哪里？跟我走！放开我！够了，金帆，我再也不会跟你回乔家的，快跟我走啊！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要不是我大气，我早就把我2个项目给停了。这样的话，乔家早就完蛋了。啊，不能这样！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在行业的名声会被拖累的。要去医院看看吗？不用了，有你刚才那么挺我，什么伤都好了。我去洗一下。嗯。喂，静远，我是明娇，你干嘛手机关机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跟我哥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是真的喜欢莫离天还是假的？我什么都不能跟你讲，我先挂了。你不要忘了，洗手间还有分机呢。打从你第1天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过这是一个局。这个报纸是怎么回事？你连这个都猜不到，怎么跟敌人斗啊？我明白了，你是用这个来骗夏婉晴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骗他，金帆已经放弃他了。是。我还准备劝他把孩子打掉，跟我一起去国外重新开始。等夏正南和夏婉阳无力挽回时，我们再回国接近华朗。那个时候的华朗，早就在我的部署跟安排下吞并了乔氏。你真的是太异想天开了！我要去告诉金帆。你上哪儿啊？你以为乔金帆猜不透你的举动吗？因为他不敢，只要稍微有差池，他就见不到婉晴了。还有，他已经答应我，用他的性命换取婉晴母子的平安。羡慕吧？所以，他叫你不要冒险了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刚才在大堂，
他紧紧握住你的双手，是不是很享受啊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替他告诉你，这不是爱，是愧疚。你在乔金帆心中永远取代不了夏婉清。你害怕了？打从第一天你接触我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。你怕什么呀？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？因为你没有婉清对爱的那种自私，你只有追求被爱的贪婪，你没有能力去爱，所以你宁愿把钱豁出去，补贴自己的自卑和梦，是缺陷。就算我现在强暴你，也没人相信你不是自愿的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你就是最大的赢家。我会帮你把乔金帆拉回到你的身边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要你跟我去见婉清，告诉她你跟乔金帆是多么的恩爱，劝她把孩子给拿掉。还有，我会让乔金帆知道，你为了他被我侮辱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一辈子都会爱着你，不会背叛你。不，别这么快说不嘛！只有我明白，一个人的邪恶是因为失去挚爱的人才长出来的。只有找回昔日爱你的人，你的伤口才会好起来。我对婉清是这样，你对乔金帆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想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马上搬回乔家，但是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乔金帆爱的不是你。那婉清，她真的在你手里吗？我最近积蓄的钱比较多，我不谈。你给我1个亿，咱们就合作，到时候我一定带你去见他。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乔太太。喂，郑重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给你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好，好。何总，之前你让我查的那个资料，我都已经查得差不多了。莫凌天他们搞的那个中美计划，其中一个重要的负责人，并不是什么美方的执行总裁，他其实就是一个群众演员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资料都在我的 iPad 里面，打给你看看啊。郑重，谢谢你啊，这么麻烦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举手之劳。而且你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，我还要感谢你，请你吃饭呢。哎，对了，你怀孕了，应该注意补充营养，特别是早餐。哦，对了，我去了咱们学校对面那个早餐店啊，买了你最爱吃的早餐，你趁热吃，吃完了以后再看。好。对不起啊，我拿了东西就走，不打搅你们吃饭。你乱说什么呢？人家郑重是好意来看我。那他是昨天晚上到的呀，还是今天早上刚到啊？凌天，
大家同学一场，你能不能说话客气点啊？莫连天，你可以糟践我，我不在乎。但你干嘛牵连郑重？人家是老实人啊。是吗？那我这个老实人就讲老实话了。我知道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来学有意思，但是你跟我比起来，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莫连天，我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能做什么？等孩子出生了，我还得验一下那是不是我亲生的。来雪，你现在的品味越来越高了，连一个二流杂志社的副编辑也能看得上。不过，你跟他还挺配的。振中啊，你有机会穿我莫凌天穿过的鞋，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提升啊。好了，不打搅你们吃饭了。振中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先回去了，替你多收拾一些资料。实在很抱歉。如果你决定不再帮我了，那之前我请你帮我查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帮我保密。我就只相信你一个人了。放心，来雪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。你在翻啥呢？猴急猴急的，去哪儿啊？出趟差，去香港。哎，你看到我港澳通行证了吗？你去香港？乔金帆干嘛呢？我是中美豪湾项目的负责人，当然是我去了。那也该乔金帆去呀。你去逞什么英雄啊？你到底看没看到我通行证啊？找不着了，正好别去了。是你拿我通行证了吗？是不是你拿的？对，我拿了。还给我。还给你？让你送死去啊？我就知道，这个项目是个骗局，是吧？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要搞垮乔氏，想害死乔金帆，对吧？哎呀，你不愧是我谢兆后的儿子，聪明。我告诉你吧，乔金帆不死，我们谢家永无安宁之日。你现在让我觉得很可怕。当初你拿着燕萍阿姨的秘密向她勒索的时候，我就不愿意相信这个人是我爸。你跟夏正冷勾结，靠乔氏去买香港那块有问题的地皮的时候，我也不愿意相信我爸是参谋。现在一手以乔氏名义设老千局送乔家去死的人还是我爸。对对对，都是你老爸。我只有这么做，才能保证后顾无忧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还认我这个老爸，你就把那东西老老实实弄到屋里去，你哪儿也别去。谢川，我告诉你，你老爸就是把世界上的人都害死，我也不会害你的。只要咱们父子一条心，啊，不管世界变成啥样，老千局啊，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最后的一张王牌，我要靠着它享受10辈子的荣华富贵呢。我不要10辈子荣华富贵，我只要问心无愧。人是有感情的，是要讲良心的。你跟着乔董这么多年，人家没有亏待你，是你跟夏正朗勾结，陷害乔董进了监狱，又联合莫凌天想让乔家家破人亡。是你没有良心，猪狗不如。混账东西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这猪狗不如的老爸把你养大的，知道吗？懂不懂啊？好，你去吧，我不拦着你。
实送死。你欠乔家债太多了，我还。哼，你还，你出了事进了监狱，没人管你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，川儿。我不还，你会。你给我滚！滚！我没你这个儿子。这一趟不管是死是活，我一定会回来，给你养老送终。莫凌天两个手下没有看到你上来吗？会场里头人山人海，没人注意到我。你要再下去看看吗？不用了，我比你早来一天，很多东西我都已经拍下来了。上网给金帆视频吧。Hello。等你很久了，怎么样？那边情况，场面壮观吗？有机会你一定要看一下视频宣传，把豪安拍得太美，真的是下血本了。从美国那边派来的 CEO 都是老外办的，会场上还有即时翻译，吸引了不少投资客户。如果不做深入调查，真的是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老千局。这个局全以200万作为基础，签订3年的回报。我跟谢创保守估计，至少可以圈走1至2个亿。我现在把现场拍到的一些数据传给你。那些老百姓，他们的防范心一向不大，看到是名牌，看到是乔氏就疯的一样冲过来。莫凌天就是利用乔氏当防弹衣，拿你当挡箭牌，他就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可以捞到这笔不义之财。3天，再忍3天，等到销售证据再充分一些，加上来学找到那些证据，乔氏马上就可以反告莫凌天黑商作业。如果来学找不到证据呢？你是这个项目的法人，我帮你想过，你找一个人替你出席这个商会，我怕出事会连累到你。有必要的时候，宁可保人，也不要什么证据。钱没有了，还可以想办法去挣。但如果人出了什么事，那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出现，莫凌天就会怀疑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步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再说了，哪有什么危险？有危险不也是我上吗？一向如此。好，猜拳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帮我照顾好明娇。冲！莫董，真美。可惜你的对手是夏婉晴，不然谁舍得放手啊？是吧？不是说带我见婉晴吗？来这儿干嘛？把她带出来。
夏小姐，有人找你。静媛，静媛，你来了。你应该叫人家乔太太。婉晴，你还好吗？你瘦了好多呀。是林天找到救了我的人，把我安置在这儿的。对了，林天怎么会带你来这儿？是他告诉我跟金帆，本来他要跟我一起来，但是我又怕我们结婚的事情会伤害了你。谢谢你，请你帮我回去告诉金帆，说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其他的就不说了。我的家人还好吗？你爸带着你妈去了美国，你哥还是下落不明。你爸把华朗转手给了林天，我也注资给乔氏，乔氏现在已经又风生水起了。真的吗？你爸妈现在在美国，如果我们不动声色的去美国见他们，也许对你妈的病情有帮助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请你帮我告诉金帆。其实我那天掉到海里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我已经把他放下了。哇！今天啊，很讲信用啊，还给我现款啊！我不想让人有任何线索跟踪。知道。另外2箱现金，在停车场等你。我会叫我的手下替你搬上来。OK， 想得很周到啊。哎，这趟香港的发布会收获甚丰吧？我看了香港那边的财经新闻，因为打着乔氏集团的旗号，投资的客户是很多呀。哈哈哈，怎么样？有好几个亿的首款了吧？你又想坐地起价呀？哎，哪里哪里，我只是想啊，别让我的儿子小创受牵连。可以啊，给我5000万。5000万？你开玩笑啊你！哎呀，亲生儿子不及贴身材呀。小创有事儿，乔金帆肯定会替他解决的。我才不为这个上门的女婿儿子担忧呢。我早就想过，你这个见钱眼开的家伙会这么想。今天你跟我见面，你没有跟你的儿子谢创谈过吗？放心吧，这件事除了你和我，别人谁都不知道。哎，明天呢，婉晴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污蔑了乔金帆，你很难得到他的心呐。我有必要告诉一个刚刚勒索过我的人吗？对，你跟我说话已经很大度了，啊，还请我吃饭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买单。好啊。明天啊，说句实话，你是个干大事的人。去把车开过来。谢总，我来帮您。啊，不用，去吧。
飞机，回家路上。你爸。怎么样？病人送来的时候是大出血，我们已经全力抢救了，一直这么撑着。我想他是等着你来呀。如果我们没遇见过，你是否还有另种生活？梦长出了翅膀，飞了多久？找到了另一颗心，才能安静地降落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，想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你以后，就让我紧紧陪着你一起感受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爱是一种收获，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爱是一种收获，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。